大家好啊！今日嚟到2月4號，跑馬地繼續都有9場嘅賽事，就用 C+3 跑道啊。咁富仔繼續都會有一場嘅重心推介同大家分享。咁未講之前呢，提一提大家，如果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加入富仔嘅賽馬群組。咁入邊呢會有各場嘅精選啦、晨操嘅資料啦，咁亦都有過關嘅提供。即場呢都仲有沙圈呢揀啲好 fit 嘅馬呢俾大家參考，亦都可以跟住富仔嘅心水呢去做投注啊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咁今次咧就揀咗第5場嘅4班1650米咧，就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呢場嘅賽事咧都有好多呢個路程嘅專家，不過專家多就還多，但係好狀態嘅馬咧就唔算話太過多。第一隻咧我揀咗8號嘅翠兒威威啦。咁呢隻馬咧喺上一場嘅賽事咧，雖然排過10檔咁但係起步好快咧，擺咗喺前邊咧就一放到底，咁贏嘅姿態咧亦都好輕鬆嘅。咁今次咧就差唔多都休息咗1個月啦，再出翻同程。咁今次都係只係加咗4檔，排過3檔啦嚇。呢隻馬跑法其實好彈性嘅，佢唔一定話好似上次咁樣好主動擺前放。如果你話留喺後邊同你衝1兩隻過1兩隻咧，我覺得絕對冇問題嘅。咁所以講狀態嘅話咧，呢隻馬最 fit，第一匹揀咗佢先。咁然之後咧再揀落3號加州活力啊。上一場嘅賽事咧雖然追唔切，輸俾隻翠兒威威隨緣得勝啦。其實嗰場嘅賽事雖然就話翠兒威威擺前一放到底啦，但係整體嚟講個形勢咧都幾利前置馬匹，係唯獨是呢一隻加州活力咧留得好後啦，亦超慢步速啦，爆得最勁嗰隻係佢嚟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話睇翻個狀態咧，埋門是否大閘咧，仲係好火好力㗎。所以呢隻馬咧都大家要留意啦。而第3隻揀翻隻路程專家1號嘅唯美主義啦。呢隻馬咧撇除潘頓咧，真係其他我都唔係好揀嘅，因為呢隻馬唔係一隻咁容易發揮，而撳嗰個掣要撳得好準，係唯獨是得潘頓咧係撳得最準嘅。埋門試翻貨大閘咧，潘頓親自試嘅，係試得靚㗎。所以今次落翻嚟跑4班咧，對手冇咁勁啦，睇下冇機會咧可以再贏啦。而第4隻咧，我就會比較上中意咧，就係10號嘅眾星啦嚇，呢隻馬都算叻仔喎，都係跑得唔算話太過多啦。上到嚟跑中佢係2場嘅賽事咧都冇甩過頭3名啊。今次就戴咗個眼罩去出賽。之前喺從化市集咧笠過呢個眼罩咧，個走勢唔算話太過差㗎嚇，咁所以有機會係對呢隻馬有幫助㗎。咁所以咧第4隻兜埋佢啦。所以呢場嘅賽事我揀咗1號嘅唯美主義、3號嘅加州活力、8號嘅翠兒威威同埋10號嘅眾星俾大家嚇。希望呢4隻馬可以幫到大家贏錢。下次拍片再同大家分享，拜拜。